Hi，我係二玲，今日整豉汁蒸魚腩，買咗嚿魚腩43蚊，蔥2蚊。叫魚檔老細幫你斬開一嚿嚿，洗乾淨之後抹乾水分，少少陳皮浸軟切絲，準備陳皮、乾葱頭碎、蒜蓉、豆豉，將啲豆豉壓碎，淋上熟油，再加入調味料打咗喺熒幕度。而家已經聞到好香嘅香味啦！呢個醬汁仲可以蒸其他魚，都一樣好食。淋喺魚腩度，醃佢10分鐘。薑片鋪底，魚腩鋪面，再將啲醬汁淋上去。隔水蒸10分鐘。蒸好之後擺入蔥絲，淋上熟油。豉汁蒸魚腩就煮好啦。呢道餸妹妹好鍾意食，食晒1碗飯，真係好犀利啊！